请问愚人节台语是倒一种讲法上济？哦，愚人节，愚人节来，美秀这边是恁大家拢知影嘛？愚人迄愚就是戆的意思嘛，所以我直接甲讲过，就是咱的戆人节，安尼较简单啦。哦，啊那阿雄，我这边我认为，因为愚人节大部分哦拢在讲虚人，所以叫做虚人节。哦戆人说听起来就较直观，而且较趣味淡薄，讲人戆戆安尼可爱啊。感觉迄人节较有愚人节本来的意思的感觉。虚人节较有原本意思。是，你嘛感觉吗？我嘛感觉啊，愚人嘛会当是你愚弄一个人，嘛会当是迄个人本身就是一个戆人，所以讲两个拢对。就亲像拄仔两队讲的，其实拢有寡道理啦吼。你若要针对迄个富尔吼，迄个来翻译，你要讲啊是戆人，直接安尼讲吼，无啥物唔对。啊，你讲这个节日可能伊原本意思是甲人。不管是戏人还是创治吼，可能有的人感觉是创治嘛，是一个讲法。创治节嘛袂歹啊。创治节嘛，不离啊袂歹。对，但是即马变做是讲，当然这个比例上有差较济吼，就是可能这个戆人较直接感觉讲就安尼翻就好。